能够完成，不要任意乱做啊，我比如说，那么呢，都是爱改变自己的思维，其他开始本来做呀，咱能安是哦，就我刚才这个水的带要自己行，哦，我靠自己了解方面，这物件足足，互咱水的来空白长时间，咱是将自己做啦。咱只要讲钱嘛，那么呢，人讲可能是了，哦，即爱注意，哦，咱来坚持，好话唔使讲，哦，啊歹话莫讲，都是爱改变家己的意念，人先做会，哦，咱的意念爱持续做好，哦，迄个意念，哦，所以人讲是爱惜，哦，我们的需要，哦，咱来修以见先修心，以国平天下嘛。哦，这咱知影，咱别人现象来讲，所以呢，咱的心靠，哦，这种爱坚持、爱注意，今仔去修的这些概念啊，无是啥，哦，你是什么？那么佛是生活，因为内心是清净，伊是单纯呢，伊是觉醒，会当对付消会当这个概念，因为是对烦恼了会当得力。所以我玩这个好，哦，你故事的中间开模，所以呢，咱内心是清净哦，唔像咱安在学习上的哦，哦，咱胡乱想，咱无够单纯，咱无够清净，咱无够干净，无够干净，所以呢，我讲做清净，好个，无咱问叫对不对？咱来分析咱是会，咱来同家己讲我讲这是会，哦，我来是会。那么呢，咱现在就是安尼用，但要哦，要清醒，要单纯，当然爱心就当然是。咱头先我哋理解，哦，你若是啊个名，个较当心是，是有影响出来。哦，安尼变成是大问，哦，是个大问。所以有时候来讲，有去渐渐发展关系，刹那哦，用东啊变做西。哦，当然这个是，但是刹那咱的梦想啊，有一个时阵呢。